各位街坊，呢間嘢哇甩頭又甩骨，不過人哋勝在係獨棟別墅，獨棟別墅嘅含金量令到佢即刻提升晒，唔係講笑啊！成個花園佔地600幾方，差唔多1畝地嘅獨棟海蔭片區，建築面積嘅話咧，原來張證310幾，但實際上嘅話，而家已經改到天花龍鳳。啊！業主改成點啊？做埋電梯井，上面又起多咗差唔多成層喺度，而家已經有成400幾方噶啦。個價格嘅話咧，你話實惠又得，貴又得，888萬，3條8 888萬，佔地差唔多1畝地。然之後買呢嚿甩頭甩骨嘅獨棟別墅啊！有興趣嘅 L 我上到嚟。別墅周邊啲環境又真係幾唔錯下喎，望下啊，背靠住五桂山嘅啊，成個係獨立嘅別墅區。別墅區呢度啲嘢全獨立㗎，啊，全部都係獨立嘅別墅區嚟㗎，啊，單獨嘅出入口。啊，你睇人哋嘅花園，成個有差唔多1畝地嘅佔地，個花園係圍住藤捆一圈嘅。單邊位。